Hello，大家好，我係 Mandy 啊。咁今日嘅話咧，我哋睇嘅係一個現樓項目。咁位置嘅話咧，背靠板張山啦，側邊嘅話咧就百年洞公園啦，前邊嘅話咧就九洲大道啦。咁其實呢一個樓盤咧係位於珠海市區嘅一個 CBD 中心啦，亦即係吉大片區嘅。咁其實咧今次嘅呢一個樓盤嘅話，目前嘅售價咧係咁樣嘅一個區間價格㗎。目前在售面積段咧由126平方直至到300幾平方嘅大平層單位。咁而家咧我所處位嘅係位於6棟嘅36樓，咁呢一戶嘅話咧係325平方嘅最大嘅一個大平層嘅示範單位，交樓標準嘅話係有8000蚊一個平方嘅交標嘅。OK，咁跟住落嚟，我哋一齊嚟感受下呢一套單位啦。咁呢一戶嘅話咧係屬於兩梯兩伙嘅設計，咁左邊一戶，右邊一戶咁樣嘅一個形式。首先嘅話咧，呢一個位置咧就係獨立嘅私人位，然之後一個子母門入嚟之後嘅話咧，佢會特登做咗一個玄關嘅空間喺度。咁除此之外嘅話，大家亦都可以自己發散翻自己嘅思維啦。咁其實咧由呢一個位置開始嘅話，我哋就分左右手兩邊啦。我哋先由餐廳呢邊開始睇起啦。咁其實呢一套單位嘅話咧，佢可以話係一個多廳嘅戶型啦。點解會為之多廳嘅戶型啦？比如話咧，佢會有，譬如呢一個位置啦，就係我哋嘅餐廳。然之後嘅話咧，再延伸入嚟呢一邊嘅話咧，你仲可以喺中島台呢邊啦嚇做翻一個西餐西廳，或者係一個企式，譬如話有朋友過嚟呢邊玩啦咁你可以喺呢度咧擺滿晒一啲蔬果啊、蛋糕啊、糕點之類嘅，然之後大家圍住喺度一邊傾偈，一邊飲酒咁，一邊去暢談人生嚇。咁由此再延伸入嚟嘅話咧，就係一個L 字型嘅廚房空間。咁其實咧，成個廚房呢邊嘅話咧，唔算係太大嚇，但係實際上嘅話咧，個可利用性亦都比較大，因為呢邊仲有一個空隙位咧，係可以俾大家進行利用嘅。咁除此之外咧，喺中島台嘅隔離呢一邊嘅話咧，仲有一排嘅櫥櫃。咁呢啲櫃嘅話咧，亦都可以話烤箱啊、雪櫃啊呢啲咁樣嘅一個節目空間嘅話咧，就可以喺呢邊噶啦。咁再繼續延伸嘅話咧，呢一邊佢就以一個生活陽台為主啦，咁面向嘅話咧就直接係板張山，可以話係一線嘅山景單位嚟嘅，包括佢嘅板張山站道啊呢啲，基本上亦都係一覽無遺嘅。咁由呢一個位置咧，再繼續延伸過嚟呢邊嘅話咧，其實你就可以設計，比如話洗衣房啊，或者做翻個保姆間之類咁樣，任由大家自身自己去到設計翻。但係咧呢一度嘅視野景觀咧，就絕對係一流嘅。OK，咁跟住落嚟咧，我哋再繼續咧延伸入嚟睇翻我哋室內嘅其他空間位置啊。嗱，咁點解為之多廳咧？其實你會發現啦，喺佢嘅玄關位嘅後邊嘅話咧，就有一個酒吧台。咁平時宴客或者係自己得閒同屋企人飲翻兩杯，咁喺呢一個空間位置咧，亦都係相當之適合嘅。OK，咁其實咧佢嘅房間嘅話咧，沿用翻嘅話咧，應該係圍繞住佢成個廳咁樣嚟到構建嘅。OK，咁我哋由呢個屏風位開始咧，進入我哋今日嘅第一間房。首先呢一間係望向白真山嘅一間房間，你可以將佢設置為客房或者係小朋友嘅房間都係完全 OK 嘅。咁直線亦都係山景嘅景觀，大嘅一個飄窗台面。咁喺呢一度居住嘅話咧，可以俾到人嘅感覺咧就係寧靜舒適。咁除此之外嘅話咧，就係佢空間確實係非常之大。咁跟住過嚟隔離嘅呢一間房嘅話咧，佢係一個套間嘅形式。入門之後咧，第一個洗手間，跟住落嚟咧就係休息區域啦。咁成個休息區域嘅話咧，其實可以對比咧，而家好多一啲150方以上嘅主人房，可能都仲未有呢一間房咁大，亦都係直線一線板張山嘅一個視野景觀。咁呢一個樓盤嘅話，可以話咧，佢喺板張山嘅視野景觀入邊啦，呢一棟基本上係沿用翻呢一個景觀為主嘅，所以你會見到最多房間呈現出嚟嘅咧，都係呢一種效果。隔離呢一個咧就係屬於公共嘅洗手間空間，帶有一個飄窗台面，呈現嘅係一個長條形嘅一個形式，實用性亦都係相對比較強嘅。再過嚟佢嘅隔離咧，就係一間比較適合女士居住嘅房間。點解會咁講？雖然佢冇洗手間，但係佢有一個獨立嘅衣帽間空間。所以咧，每一套單位入邊咧，佢每一間房咧做出嚟嘅感覺咧，其實大家就會發現原來係適應不同嘅人群嘅。OK，咁跟住落嚟，我哋繼續啦，穿梭過嚟呢邊之後咧，我哋先嚟睇下佢嘅
主人房先啦，好冇？我哋留翻客廳最後啦。咁主人房嘅話咧，其實我哋就沿住呢一個酒吧台啦，再過嚟呢邊咧，延伸入嚟就係主人房嘅套間空間。咁呢個套間咧，我個人比較中意嘅。首先點解佢嘅區分性非常之強烈。首先第一個空間咧係一個正方形嘅一個洗手間，咁佢會有一個飄窗為大嘅一個淋浴室空間。甚至乎呢一邊嘅話咧，浴缸位全部咧係完全可以做到晒，俾到大家嘅。推拉門直出之後咧，就係呢一邊係屬於衣帽間嘅空間。咁成個衣帽間嘅話咧，相當之大。再延伸出去嘅話咧，仲有一個主人房嘅書房空間。跟住落嚟，我哋再嚟睇翻我哋嘅主人房室內嘅空間啦。咁其實咧，成個主人房呢邊嘅話咧，呈現出嚟嘅感覺係乜嘢？超級大嘅酒店豪華套房，亦即係我哋統稱嘅總統套房嘅呢一種感覺。咁我哋啱先咧睇到最多嘅係板張山嘅視野景觀啦。咁嚟到呢度嘅話咧，你可以睇到嘅係珠海呢一邊城市中心，亦即係金錢嘅味道。咁再延伸過去睇遠少少，港珠澳大橋，甚至乎係港珠澳人工口岸，都係可以話喺我哋嘅眼前。咁呢一度嘅單位嘅話咧，由31樓開始，全部咧都可以望到咁樣嘅一個視野景觀。當然啦，越高嘅樓層，價錢越高。所以啱先我哋有提及到佢嘅價錢係35,000，直至到55,000區間。好，咁睇完呢一度之後咧，其實我哋仲有一個客廳係未睇完嘅。但係咧去客廳之前嘅話咧，我哋先由呢一個位置再穿梭帶大家一齊感受翻呢一個空間位置。咁其實咧，由書房呢一邊，比如話工作攰咗嘅時候，直穿出去嘅話咧，又有一個生活嘅陽台，而且呢個陽台咧以平台嘅形式嚟到呈現㗎。望向嘅話咧係一個城市景觀，我諗夜晚嘅夜景，大家應該會更加中意。其實咧唔同嘅視野景觀咧可以俾到大家係唔同嘅感覺。有啲人中意年輕化，有啲人中意望山景、望水景。我諗呢一個單位嘅話咧，佢可以滿足到大家兩個願望。OK，咁跟住由呢一個側面嘅細門出嚟之後咧，你會見到一扇嘅飄窗。咁成個飄窗嘅話咧，其實你就已經進入咗我哋嘅客廳區域啦。咁成個客廳嘅話咧，其實你會發現除咗闊之外嘅話咧，亦都係非常之長㗎。佢成個空間嘅話咧，直線嘅話咧係有10幾米嘅一個長度喺度嘅，再加上嘅話咧，闊度亦都係遠超於我哋見到嘅好多大平層，可以俾到大家嘅直線感覺。好多單位而家嘅大平層咧，因為就做大橫廳，因為就做雙廳，咁呢一度嘅話咧，一個廳頂人哋兩個廳。OK，咁其實我哋成套單位咧就已經帶大家一齊感受到呢度啦。如果大家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了解其他面積段，甚至乎係其他單位，亦都歡迎大家留低你留言，或者直接致電俾 Mandy 啦。未關注嘅朋友記得關注同撳撳旁邊嘅小鬧鐘，咁樣先可以及時接收到我哋嘅最新消息。下期再見，拜拜。